我宣布委任陸啟康法官出任獨立委員會嘅主席，並委任陳健波先生同歐陽柏權先生作委員。獨立委員會嘅職權範圍如下：一、就大埔宏福苑起火，火勢迅速蔓延及火災造成嘅人命傷亡同埋財產損毀，審視成因和導致火災發生的情由，大廈配置的消防裝置及設備，以及有效運作嘅監督同責任問題，有關嘅樓宇維修工程嘅施工安全要求、標準、監督同日常維護制度是否足夠？針對樓宇維修工程嘅用料清單、現行安全標準是否全面？有關嘅驗證同埋檢測制度是否有效？各環節嘅監管機構同人員，包括政府部門人員、授權負責嘅專業人士及承建商等等，佢哋嘅角色同埋責任承擔，同埋上述問題嘅責任。第二，針對大型樓宇維修工程，審視有關工程各環節有否不適當嘅相連利益、角色衝突、不當嘅合謀串聯等系統性問題，及有關工程有否涉貪圍標、違規招標嘅問題。三、就上述兩項事宜，檢視現行相關法律嘅規管同埋懲罰是否足夠。第四，就上述1至3嘅事宜提出建議。獨立委員會喺9個月內完成報告。獨立委員會嘅運作細節如下：一、獨立委員會全權主導以靈活同埋簡化流程嘅方法，既有效且公正嘅審視方式進行審視工作。二、獨立委員會可設立專家小組，邀請相關專家向獨立委員會提供意見。第三，如果喺審視過程中，獨立委員會就特定議題或個別環節認為有需要，獨立委員會可向行政長官提出建議，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經考慮後，可決定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就該議題或環節嘅相關事宜，讓獨立委員會成為法定調查委員會，行使相關權力。政府為處理大火事故已經成立由政務司司長領導嘅調查及規管工作組，會統籌政府所有相關部門，除咗按獨立委員會嘅要求之外，會主動向委員會提供資料，並會充分運用各政府部門喺不同條例之下嘅調查權力，協助獨立委員會搜集證據同埋資料，全力支持獨立委員會嘅工作。